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，这是风台的外围环流，伫北台湾拼超大雨。礼拜迄天，台北市百灵桥骹淹大水，过长工阁传出讲，有民众未赴离开水门的管制区，调离的报案外口。早起，陈市长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，痛骂市长郭文铁无顾人命。那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嘛来公布着民众收到的通知刷车的简讯，讲为通知到关水门才6分钟，根本都未赴救车，未赴走。消防人员协助调治水门的8位民众用行的，总算离开大家和平公园。因拢是2022世界音乐节的工作人员，活动因为大雨结束，工作人员无用咧退场，想要到器材也未收了，多方调治水门外口。其中2位最后被消防局救出来的市民，是在礼拜天晚上的9点55分。这个跟关水门的时间，足足已经差了6个小时。请问柯文哲柯市长，这也是人民该为自己负责吗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批评台北市府对人命无要无紧，日上台带来强风雨雨，台北市府赶紧关水门防止淹水，结果造成民众条例百灵桥骹，阁有超过50台车拢浸水报废。人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今天就来给大家看看，台北市政府发的简讯有多草菅人命，甚至根本就是谋财害命。提出民众收到的简讯，对通知到正式关水门时间对半点钟减少到6分钟。更较含的是收到的简讯写伫要关起来，等于完全无予民众刷车的机会。我们都有通知他，只是说他说被通知人也不太信邪。3点55有发一次的，4点41又再多再补发一次的。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，我还是会改进的。郭文铁讲会检讨，不过就是把责任撒转去民众的身上。虽然讲每一个人爱为家己的安全、佮有财产负责任，不过政府守护民众，袂当把这个责任撒甲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